英國新首相貝安德能夠挽救英國經濟嗎？英國工黨新首相貝安德入主唐寧街，提出水務、能源、鋼鐵三大行業全面國有化，同時動用公共財政補貼市民日常開支，目標好清晰，係希望扭轉英國長達10年嘅經濟疲態。英國經濟低迷並唔係一朝一夕造成，而係一大堆結構性頑疾層層疊加嘅結果。脫歐離開歐盟單一市場之後，跨境貿易成本急升，勞動力流動受到阻礙，企業投資信心長期萎靡。更深層嘅問題係，過去幾十年嘅私有化浪潮，令到水務、能源呢一類自然壟斷行業淪為股東提款機，資本優先保證派息，管網設施年久失修，市民生活開支長期高企，製造業持續收縮，已經從峰值時期嘅30% 萎降至不足10%，經濟過分依賴金融服務業，勞動生產率增速喺發達國家入面長期墊底，政府債務佔 GDP 比重突破100%，每年利息開支超過1000億英鎊，能夠靈活調配嘅資金十分有限。推行國有化需要巨額資金收購企業股權，承接過往累積嘅債務，日後國營運作亦都缺少市場化嘅成本制約，民生補貼同樣要持續投入，但係錢喺邊度嚟呢？資金來源有3大途徑：增發國債、加稅、削減其他公共開支。不過發債會推高融資成本，動搖匯率同外資信心；加稅亦都會抑制企業經營同埋市民消費。削減教育、醫療開支又會激起強大嘅社會反對聲音。喺冇新增稅源嘅情況底下，財政赤字擴大嘅風險明顯增加。前任司紀賢政府執政後期，以產業安全作為理由，強制將中資控股鋼鐵企業國有化，令到英國海外投資政策嘅不確定性急升，外資觀望情緒加重。貝安德原本主張同中國務實合作，打算透過外部訂單吸納鋼鐵產能，減低補貼嘅壓力。而家呢條出路受阻，鋼鐵業日後帶嚟嘅財政負擔將會進一步加重。英國經濟最核心嘅症結係產業生產率、貿易環境同產業結構等低層嘅問題。至於貝安德推行嘅國有化政策能否見效，最終就要睇政府承受財政壓力嘅能力，以及對外經貿環境能否有所改善。我哋拭目以待啊！